请问，倒一个词会使摕来形容人足专心咧看物件？哦，这题目我看到金上。后背好讲敏感的细致。伊哦，也他了就专老虎敢若要去拍蜡的时阵，一直看呢。伊眼神拢足雄的，啊，拢足专心咧看你，你行啊，咱就对甲答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这意思？好上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，好上，对唔对？又讲唔对，哎，秀卿姐啊，机会过来呀啦！哎呀，上时来咯。啊无，我想猫猫上应该是较有可能。哦。啊，咱要专心看一个物件，像讲咱若要嫁翁，咱嘛爱甲猫猫上有无？是。像迄当中看阮翁的时候，我嘛甲你甲猫猫上。哦。啊，你甲看一下安尼。你上两个咧？啊，第一摆就好好上啊，啊，第二摆就猫猫上就啊，安尼了解啊，嘿嘿嘿。是，所以猫猫上，猫猫上。确定。好，咱来看一个猫猫上对唔对？恭喜，6000块咯！咱一般咧讲鸟鸟上吼，这秀卿来收钱这边讲了袂歹啦吼，这鸟啊这种目睭咧看有无吼，迄种型啊，其实就是咧形容迄个真专心注神迄个意思啦。啊，咱落尾则个延伸变做敢若袂输四过看嘛，叫做鸟鸟上。其实本来意思是讲伊足专心注神咧看。哦。啊，其实另外两项应该是咱台语是无这种讲法啦。是。无迄个高高上、高好好上的啦。